帶學生嚟表演嘅，因為咧如果講表演咧，其實佢哋係未有資格嘅，佢哋淨係學咗1年左右啫，先做咗1年。係啦，咁我係想請幾位學員咧去表示呢一個自編養生太極拳，同埋咧我係想分享我嘅醫師團隊對於太極教學上面嘅理念。俾你開步。起，佢哋當中係有啲學咗1年啦，或者有啲短嘅學咗幾個月咁啦。一直以嚟咧，醫學同埋武術同源咧都係存在嘅。我哋一直都強調武以養生，養生醫以活人嘅道理。佢哋每一位過嚟嘅學員，身體其實都係有唔同嘅狀況，可能係內在嘅失調啦，或者外在骨架上面嘅問題。咁我同醫師團隊咧係會根據每一位學員嘅身體狀況，配合中西醫學嘅診斷之後，運用唔同派別嘅拳術去編排動作，發展成為一套有特色醫療作用嘅太極拳。套路係由第一式起勢開始，透過好簡單嘅動作，先調整呼吸同埋心情，慢慢放鬆肩關節、腰關節、髖關節。咁當然啦，因為佢哋學習時間好短，所以你見到佢哋個進步空間都依然有好大嘅。不過佢哋可以夠膽出嚟啦，當住咁多人表演呢，我覺得佢哋已經係好勇敢噶啦。喺套路嘅後半段係加入咗一啲倒行嘅動作，而去到最後咧加入咗一個拍腳嘅動作。我哋想身體健康，除咗話要關節要鬆啦，要柔軟之外咧，咁當然仲要有肌肉，要有肌力。平時練習我哋係會叫佢哋每一個動作係要重複打最少4至6次，然後整個套路咧再重複打3次，咁樣效果會比較好嘅。平時上堂前我哋係有其他熱身嘅動作去配合課堂嘅內容。而家佢哋示範緊呢套咧係初班嘅套路，我哋而家係籌備緊去中班嘅。咁中班嘅課程入邊咧，對力量嘅要求咧係會有更高噶啦。我同醫師都深信配合中醫嘅原理，按照人體嘅結構同埋力學，跟着每個學員嘅個人能力編排出嚟嘅套路，堅持練習對身體係一定有好處嘅。總括嚟講，醫武同源，即係運用武術嘅動作技巧，達到養生、防病、治傷等有治療功效嘅太極拳。